山高速公路路南满道的路段，透早天也未光，就出一件大车祸，一个死，一个受伤。讲是一台这个货柜车追撞沙石仔车，阁有2台大车驶到位未负动作，甲撞落，就安尼4台大车拢做一伙。这个货柜车拍环，甲所有车都塌起来。这个路段是封起来5点钟，造成大塞车。 天未光，现场真混乱。国道1号路南满道路段，货柜车占了3线车道。这车头已经完巧，拢甲变形去，可见当时弄到力度偌尼大，小型的吊车嘛有紧赶过来。完全被夹在车上了哈。那现在用拖吊车将车子先移除。那我们消防人员再利用破坏器材协助脱困。 2名驾驶被救出来时，其中一个意识清楚，送医处理空嘴，另外一个已经死亡。从外线这样子开，慢慢开，原本看得到前面的路，突然间看到前面一片白蒙蒙的，踩刹车往左边拉，就撞上去啊！今仔透早5点外，货柜车疑似去对撞沙石车，后面另外一台货柜车甲连接车又搁撞来，4台大车拢做伙，货物是落下规涂骹，转线封闭，严重塞车。5点钟左右才开放通行。